来是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洪指控，当时做桃园市长办理土地扩大开发案的时阵，甲风电公司股东爸仔囝收钱500万，涉嫌贪污。桃园地方法院早起过来开庭，记者甲郑文灿问讲，是毋是有较瘦？伊本来进前出庭拢不爱讲话，想袂到早起甲记者应话咯。伊讲伊即摆拢固定来做运动练肌肉，结果这个高血油、高血压、高血糖拢无去咯，看起来心情袂歹，哪像对案件心理真有自信。国告桃园地方法院开庭，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落车时，衫机有小可整理一下，离开庭较无10分钟，伊赶紧入去。院长最近还好吗？好啊，院长好。进前出庭拢无讲话，即摆呢内日有应一声早，离顶一摆开庭已经个外月，佮出现的时体型有明显的变化，2摆拢有挂喙暗。顶摆也有双下頦，虽然是穿长的，也阁有小可烂度，即摆看会出来下頦线条，巴肚嘛平塌，加正瘦，是讲头毛白真济。一个开完庭，心情看起来敢若袂歹。大概瘦了5公斤以上。我现在有固定运动，那个核心肌群要练一下。不过练了以后三高就不见了。因过开完庭的随离开，即摆郑文灿有笑容。离庭的检察官看起来是有备而来，即摆准备庭事勘验2016年12月13以及2017年1月7日针对开发案桃园市政府内部会议记录的录音档。今日这开庭，就是要了解相关有争议的所在。检方指控郑文灿伫桃园市长任内办理华雅科技园区土地扩大的开发案，收风电公司股东廖俊祥爸仔囝500万块红包，涉嫌贪污的重罪。勘验的2摆会议记录录音档，被检察官认定讲是郑文灿涉案的关键证据。勘验的结果一定影响到日后检辩的攻防，还佫有判决的结果，真要紧。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